哎呦！喂，我弟兄们啊，咱今天再玩一个跋山涉水。规则很简单，咱俩人队，谁先到达终点，把地楼的那玩意吃完了，都算赢了。来，老板，咱俩一队。哎呦，我咱一队。我也给去。来，给他理。好了，上，拆封的苹果15 Pro Max 比你先用。哎呦，真是你有实力，赚钱买的。咦，左下角做推广活动，苹果15 Pro Max 参与了就送。真有人做推广送能回的？也不信，我这华为 Mate 60 Pro是我上次说左下角有活动，下载随便玩就能领手机。我下完了还真领着了。你们都是咋领的？哎呀，你就点我左下角专属链接下载，不止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配套送，现在还加码了8000的华为 Mate X5，只要下载参与任务了就有。呀，还真是，进去就是手机领取界面。那肯定啊，这是专属链接，领导全部当天发货，咱各个都是看心情。让我下一个呀！来！老爷子真的服了。哎呦！你快吃了！别收尾，走呀！你这样，你走啊！你收尾的！哎呀，是的不？你说，加油啊！上！哎，等，你俩等！我去，这左下角这就给我发货了，跟我当时一样，左下角竞链接快得很。再加点，来，快说加油！走啊！哎呦，有人干啥？有人干啥？哎呀！好，你傻你了！你傻！我这想在我后边，你别呀！你傻呀！快点，快点！加油，师傅！时间漂亮，时间漂亮，你